係。属那边那个第一次过那边，也要翻那个港。你要打给警察，打你出去的，你不能出去的。这边都不能出去的。这里是去珠海的。去珠海的还过关的，因为他都往带路带错了。带错了，你要打电话说你进错口，进去你要找他们带你出去。你现在不能出去的。我知道出不去了。你打电话找人了要。我现在可以停到这里吧？你先停啊！你先打电话。打什么号码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你找人帮忙，你先停在一边啊。好，停到一边。看这都双彩车来的。